你好，我係部手機械人，住喺麗港城8座6街嘅小朋友。你知唔知道中文字係由好多唔同嘅部首組成呢？譬如日字部、三點水、草花頭、竹花頭、寶蓋頭、竹字部、口字部、剔手邊、企人邊、雙企人邊、木字部、刀字部。讓我們來看看中文字有什麼結構呢？上下、上下、左右、左右。獨體字、獨體字，即係自己一個。全包圍、全包圍，即係好似有嘢攬住佢，包圍住佢。日字部首嘅字有早、明、晴、昨、星、會。早晨個早係由上面日字，下面一個十字組成，所以佢係上下結構嘅字。明天個明係由左邊日字同右邊月字組合而成，所以係一個左右結構嘅字。晴天個晴都係一樣，係由左邊日字、右邊一個清字組合而成，所以佢都係一個左右結構嘅字。我哋再睇下星星個星，佢係由上面日字、下面一個生日嘅生字或者生長嘅生字組成嘅，佢就係一個上下結構嘅字啦。木部首有學校個校、樹林個林。竹部首有馬路嘅路、跳舞嘅跳。寶蓋頭有客人嘅客、家人嘅家。呢兩個都係上下結構嘅字。獨體字就係一個獨立個體嘅字，冇辦法分拆多過兩個部件嘅中文字，譬如人、月、山、水、大、小、上、下、馬、中、心、手，呢啲都係獨體字。而全包圍嘅字就有公園嘅園、來回個回、圓圈個圓、國家個國，佢哋全部都係有一個好似正方形喺出面包圍住入面嘅。